最近網上流傳一段影片，一名男子到淘寶自取點取貨，因為唔識掃碼就開始情緒失控、爆粗、態度惡劣，仲要求店員直接幫佢攞貨。我哋覺得呢件事問題主要唔喺店員身上，自取點本身就係要顧客自己按流程操作，唔識可以問，可以慢慢學。但唔代表可以用惡劣態度、粗口去逼人幫你。尊重係基本，當然店員嘅語氣未必完美，但面對無理取鬧，保持底線同規矩，我哋認為係合理嘅。而家請大家先完整睇完原片，之後歡迎喺留言區理性討論。我唔理自己有問題走啦，你胡啦啦屈我，你識講粗口有咩用啫？啱啱3歲啊？邊個俾你啊？你掃碼咪俾咯。我點解識錢就係講嘢先啦，你保證講粗口啊！報警啊！報咯，我唔會錯黐撚線，人哋唔撚識，走啦走乜撚嘢啊？有呢個碼？